这项运动融合了手球的速度、排球的团队协作，却在场上零冲撞、零拦截、零抢断。它就是被认為君子運動的巧固球。有啲咁嘅事？巧固球的得分機制非常獨特，進攻方必須把球射向任意一端的反彈網，讓球反彈落地，同時不被對手接到。但如果射門時失誤，比如沒擊中網或球反彈後出界，反而會給對手送分。發明者生物博士布蘭德說，發明巧固球不是為了競技，而是基於他的科學研究。他認為體育運動不一定要帶來創傷，所以他設計了一套規則，完全禁止身體接觸、搶斷或者阻礙傳球，強制所有人都專注於傳球、預判和接球。它的機制比你想象中的嚴苛，比如持球隊員最多只能走3步，這種限制促使所有球員必須依靠精準且無視的傳球來移動球權和創造得分空間。後來還衍生出了沙灘巧固球。巧固球想告訴我們，真正的體育精神可以存在於沒有惡意和碰撞的平等競技中。這種運動哲學是不是顛覆了你對球類運動的認知？